再来看这届这台湾灯会呢，伫个新港乡嘛有一个市场的灯区，这是因为当地第一公有市场伫个改建了后，原地这个犯案呢是无要搁再搬转来，所以市场是长期拢无咧使用的。乡公所就配合这个灯会，伫个旧市场呢来打造一个灯区，互公共的空间搁再找到利用的机会。民众伫市场内底花顶头前来翕相。 原本一间一间无摊贩进驻的单位，即摆嘛拢有人伫内底做生意。家己县新港乡的第一公有市场，配合元宵节来打造一个拿市场灯区，希望替这个无使用的市场找到活发的机会。还不错，就是路过就拜拜完之后，可以到附近走一走这样子。袂歹啦，会带动新港一寡少年人拢会转来出来。 这个第一公有市场，伫2012年改建了后，迄当阵原地摊商都无搁倒来遮做生意。乡公所就利用这届台湾灯会伫家己来举办，邀请文创团队来到新港第一市场，透过活动设计花灯的灯区，要重新串联市场甲地方。包括后街、大兴路，啊个头前这个庙前这个新民路，对啊，咱的奉天宫的西侧的廊道，伊其实嘛有做者投影的，你会使规个沉浸伫内底的感觉。 对啊，包括阮的三座的装置，拢是为咱的新港的特色来去做发想。乡公所表示，少年人倒来故乡展现创意，用活动的方式做示范，希望会当正做一个开始，让这个无咧使用的旧市场会当社更较侪人注意，替这个所在搁找到发挥的空间。记者林慧婷，家己报道。